一塊擁有3億年歷史嘅神秘巨石，上面竟然呈現出格仔形狀嘅花紋。呢個係史前文明嘅遺跡，外星人留低嘅信息，定抑或係大自然嘅傑作？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 Professor Papa。呢塊大石坐落喺美國東北小鎮嘅一個人工湖嘅湖邊。喺1930年代，美軍喺當地建造呢個人工湖嗰陣，發現咗呢一塊受當地嘅印第安原居民崇拜嘅聖石。呢嚿大石上邊呈現出錯綜複雜嘅格仔雕刻，美軍就將佢作為歷史文物保留咗落嚟。自從80年代呢個小鎮開始發展，科學家就開始對巨石進行研究，而石頭上邊奇特嘅花紋係點樣形成？呢個就係佢哋爭論嘅要點。科學家運用 UPB 測年法檢定出呢嚿巨石係喺3億年前嘅阿里根尼造山運動時期形成㗎。起初佢哋認為嗰啲格仔係古代印第安人嘅雕刻藝術或者文字，但係仔細研究過之後就發現巨石嘅格仔結構同石身係由2種唔同嘅礦物組成，絕對唔係人手雕刻嵌製可以做到。有人提出舊石可能係巨大生物嘅化石，但係經過檢驗發現佢嘅內部組成係同現有嘅化石好唔同，除非係有一種未知嘅大型生物，完全獨立於我哋而家理解嘅生物系統，同時係有特別嘅化石化過程，否則係難以形成相似嘅結構。除此以外，最多人提出嘅假設係話呢個係外星人或者係史前高度文明遺留落嚟嘅遺跡，因為科學家表示呢嚿大石其實係分成好多層，每一層嘅連接面都非常平整光滑，應該係人為拼接而成，所以佢哋就解釋話呢嚿石可能係史前文明嘅建築物或者係機械嘅一部分。亦都有科學家認為呢個係某種高能量穿過岩層嘅結果，能量嘅形式可能係電能或者係核能。有科學家做實驗嘗試模擬當時嘅情景，使用高壓電穿過岩層同埋泥土，電力產生嘅磁場造成岩石形成一種特殊嘅晶格，令到岩石入邊出現整齊排列嘅空間，構造的確好似呢嚿巨石咁樣呈現網狀。但係如果巨石真係咁樣形成，咁即係代表3億年前就有超越我哋人類可以操縱嘅巨大能量通過嗰度。使用呢啲能量嘅可能係外星人或者係史前高度文明，當然亦都有可能係自然嘅力量，譬如係球形閃電等等嘅現象。但係喺面對未知嘅時候，都有人決定用現有嘅科學去解釋呢個巨石之謎。所以就出現咗一個假說，就話當時嘅造山運動產生嘅龐大壓力擠壓岩石，令佢碎裂變成中空嘅結構，隨之而嚟嘅泥石流填滿咗呢啲空隙，再經過長年嘅地殼變動，終於變成今日嘅巨石。但係當然呢一個解釋都係未經證實。以上咁多個假說，你哋又相信邊一個？大家覺得有冇史前高度文明嘅存在呢？請你哋留言話俾我聽你哋嘅睇法。嚟緊我係會整更多嘅影片，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或者上 Facebook 俾個 like 啦。